哎呦啊！嘿，且慢！阿布，你不会是想坐这个位子吧？对呀！哈哈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不爱坐是为了有需要的人而存在的，像是露宁嘎、孕妇或是抱小孩的人。可是我心里懂你。在你眼前，就一位怀胎十月需要不爱坐的孕妇。请看，你还想霸占不爱坐吗？一个是 Excuse me。她有怀孕吗？每天好运贴组啊！她应该正义觉醒，守护大地之母盖亚。有那个习惯，有考虑过海龟的感受吗？以上就会跟胆地波卡做蒜烤牛排的做法，那么给来品尝看看吧。Unbelievable！ 天道菜！你不知道牛肉看猪鸡比死柴还要可怕吗？你自己就是个菜包，你没有想意，纯出一手才对。茉莉帽里面有包肉。正义之行，其实也蛮凉快的，好像背后有股寒意啊。这波你执行了不少正义，社会也因为我变得更加美好了。那就和你所谓的正义吗？来者何人？师父！两个所作所为与强加这个观念于他人者，以貌取人者，欺负弱小者，有嘛该莫穷要。有吗？该莫穷有，师父，小的知错，不会再犯了。好帅。